讲台语，台语讲百工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。今仔日啊，咱要来甲大家紹介的主題就是伫早頓店講台語。咱台灣人啊，真重食，人講啊，食飯皇帝大，意思就是啊，唔管咱要做啥物工課，總是啊，腹肚先甲食好飽。但啊，食飽，其實以現代醫學觀念來講，伫三頓內面啊，早頓上愛食好飽。俗語講啊，早頓食飽，中晝食卡，半暗頓啊，半枵飽，就是這個道理。現代人的生活形態改變，大部分的人啊，罕得有時間家己煮早頓，攏啊，就去早頓店來買。那安尼啊，伫早頓店會用到什麼款的台語對話咧？頭家人安怎甲咱招呼？啊，咱啊，要怎甲頭家應呢？今仔日的百工講台語，特別來和大家做伙來分享。伫早頓店上接用的，除了一行入去，就會聽到頭家講的“帥哥美女，今仔日要點啥”以外，應該啊，就是點好以後啊，會聽到的啊是要內用啊是外帶。那安尼，這個內用和外帶，台語安怎講咧？那講內用啊，台語是食食。那要更較完整的，會當講啊，我要食食，我要點食食，我要佇食食，攏會使。啊，那外帶咧，外帶就較複雜咯。伊完整的台語是包等於食。咱佇食飯的所在啊，常常聽店員講啊，要食食，還是要包？這個所在的包就是外帶的意思。我要包的用法和華語的我要打包的包真接近，但是啊，華語的打包大部分啊，攏是用伫菜尾，啊，就是咱食無了剩的物件，才會當打包。啊，那台語的包就無共款啊，有食過無食過，青的煮好的，攏總會當包。所以啊，範圍加真寬，是唔通忽唔對伊哦。啊，那安尼啊，去早頓店，咱會當點啥物咧？伫早頓店內面啊，上濟人點的一項就是燒餅油炸粿。隨便講啊，燒餅和油炸粿啊，攏是米粉做的澱粉類啊。燒餅油炸粿就是華語講的澱粉加澱粉呐，迄熱量啊介懸。總是啊，好食就是正義。你若是去早頓店甲看，上濟人點的啊，還是這味的。不離個啊，有的人嫌油炸粿傷油，會甲油炸粿改做卵，變做燒餅較卵，啊，就是華語講的燒餅加蛋，有熱量，閣有蛋白質，一減二個，忘拿減四個。其他伫早頓店啊，真受歡迎的食物，閣有飯圓啊、水煎包啊、卵餅啊這些。所以啊，咱若要去早頓店點菜，咱會當講。頭家，我要愛一份啥物？也是講啊，我要愛2粒啥物？安尼啊，佇我要愛的後面講出咱要點的物件甲數量。點好以後，就愛付錢啊。這時咱會當問頭家啊，攏總偌濟？安怎算？安尼啊，頭家就會甲咱講愛付偌濟錢咯。上尾啊，咱來複習今仔日的句型。今仔日要點啥？要食食，還是要包？頭家，我要愛啥物物件？攏總偌濟？安怎算？各位觀眾朋友，伫早頓店用台語對話，敢是真簡單呢？念名，大家就當去試看賣哦。今仔日的百工講台語就講到這，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，咱後擺再會。